因为我心攀连伫即个境，即句话境上了后，我的心就分别，伊咧甲我学。但是我会执着啥物件，我做欢喜，因为伊咧甲我学。所以着境着着，无论着甲你学了也好，无论甲你接受也好，真理拢一定着境。这毋是你的如如的，毋是如如的本质的本性，毋是安尼。所以咱这条心足重要，咱安住的好势。所以不离金刚经的第二本啦，温和应住，温和阿无依心，当好处。要安怎互咱这条心安住的好势？要所互咱这条心会当含糊的好势。因为咱一世人咧修就是修这条心，修的好势。咁是安尼，所以因为咱这心已经攀连着经了后，所以咱我相、人相，什么叫做人相？我讲，这个我，咱个换一个解释，我叫做我，人叫做对方，有我甲对方的相本了后，走到第三来，伊然后讲，这个叫做分别，你对我做好，你对我做歹，有一个观念，有一个家，有一个。大好有一个善，这叫做这叫对立，这叫做对立法。这毋是叫做绝对法，因为绝对法伊无有我相人相，所以我相人相伊走到第三来，伊一定有这两个对立就走到第三来。谁走到第三，这个叫做分别，分别就咧叫分别意识。这个分别意识就讲叫做第六识，咱叫第六识。这个执着讲到第七识。有无？这第六识，这第七识，第六识叫做分别意识。咱若做人讲三心专属有无？三心清净法心、圆满道心、千百万的法心。哦，清净法心专心的台湾囝儿，圆满道心专平等圣义心无病。哦，千百万的法心要专啊，爱专妙观彻底。简于讲，甲心所作地同缘行，这叫做三心专属地。五八六七各因转，这个叫做六，这个叫做六，这个叫做七。有五八六七，五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识，八就是阿赖耶识。但是第六识叫做哪？叫做意识。哦，第七识叫做哪？叫做无那识。五八六七，五八五八，叫做因中传，五八叫做无上传。啊，六七呢，叫做因中传。因为现在就因中传，这个叫做六，这个叫七跟六，这个两七。咧注意代，因为众生，你若马上，你若心去对着境了后，你这个第六识转什物件？转叫做妙观察地，意识嘛，叫做妙观察处嘛，妙观察嘛，妙观察地嘛。哦，啊，若这个转平等性地嘛，平等性地嘛。这种妙观察，这个妙观察意思就是菩萨干，哦，菩萨干。因为咱讲呢，对咱六识，咱的意识，咱的意识咧，眼耳鼻舌身真五识，离外口采取物件入来，到第六识来，这个第六识，这个意识，就报到伫这个意识来，哦。啊，这个意识，伊若咱用妙观察力，妙就是用咱的妙观智慧来去看到一切。哦，所以佛教菩萨间内底当中，伊观一切诸法相，阿罗汉观空，菩萨观一切诸法相，当观得到。所以天河、山河内底皆落发动心的道理，都是菩萨观得到。但是伊这个众生相，伊当中伊若分别，伊若咱。这个是第六识了后，伊当转去三心专属地，这个甲转妙观察地，因为伊转到第七识，伊转来了第七识，伊就转平等性地啊，平等性地。那平等，
所以咱讲平等性质啊，心无病，妙观察力健康。所以这两字叫做阴中转。什么叫做阴中？咱真叫做阴中。阴就是咧做阴，咧做阴。咱正就是咧做阴。哦，果上转就是讲你已经结束啊，果上就你已经无上转，就你已经人生的结束，你已经大要倒来。下尾是就惨了，咱上讲的，迄叫做哪？迄叫黑魔术。哦，迄个叫做因果性，因为伊内底当中，你所